星期六日計劃北上嘅朋友 ，Trip Life 幫大家集合咗大灣區至底嘅酒店，第3期介紹俾大家珠海熱門位置、優質平價酒店，全部3位數搞掂。1. 拱北口岸附近，首選銀都柏嘉大酒店，優品豪華大床1晚包早餐，原價595，限時驚喜價低至421，星期六日唔加價。2. 珠海北站附近，首選奇爾居，超美式大床房，含有洗衣機、休閒沙發、小廚房，2晚支持拆開入住包早餐，原價747，限時驚喜價低至542，1晚低至271。3. 橫琴口岸附近，首選南航明珠大酒店，品質睡眠，精選大床房、親膚床品，體驗高空城景2晚連住包早餐，原價1085，限時驚喜價低至651，1晚低至325。4. 海泉灣附近，適合親子家庭，首選珠海海泉灣維景國際大酒店，天王星園景大床房1晚包早餐，送無限次海洋溫泉、頤養軒自助晚餐，原價1158，限時驚喜價低至759。5. 奧園廣場體育中心附近，首選朗悅酒店、城軌明珠站店，高級大床房，含有功夫茶具、迷你冰箱、乾濕分離，2晚支持拆開入住，送拱北口岸酒店專車接送，甜品夜宵、自助茶點、迷你吧，原價1084，限時驚喜價低至782，1晚低至391。6. 東澳島附近，嘆無敵靚海景，首選格力東澳大酒店，海景雙床房1晚包早餐，送雙人無限次海洋熱療，原價1508，限時驚喜價低至977。點開評論區鏈接，仲有更多珠海平價酒店限時優惠緊，記得睇睇啦！大灣區平價酒店每周更新，記得關注。住宿券使用前可以隨時退款㗎。